小智同陳姨姨溫柔咁打招呼。陳姨姨拎咗安全帶畀佢，話新法例一上車就要戴㗎喇。同車嘅小李都知道新法例係要戴安全帶。小智雖然唔係好慣，但佢都好乖咁扣上。小李雖然覺得戴安全帶有啲唔舒服，但佢相信慢慢會慣嘅。校巴司機突然之間剎車，小智發現戴咗安全帶有保護佢作用啊！小李都發現戴咗安全帶之後可以保護佢安全。小智終於發現戴咗安全帶可以保障佢安全，令佢感到安心。小李都覺得安全帶雖然有啲緊，但係可以確保佢安全到達目的地。小智同小李因為有戴安全帶，所以順利返到學校，亦都安全返到屋企。